今日為大家帶嚟 Elisa Marshall 同 Benjamin Sormonte 放棄高薪厚職嘅律師及市場策劃工作，踏上轉型之路嘅故事。佢哋將一間小小嘅咖啡店 Marman 打造成擁有獨特鄉村風格嘅成功品牌。Marman 有別於市面上嘅咖啡店，佢靠住 Benjamin 嘅童年回憶，設計菜式同營造溫馨家庭嘅氛圍。此外，佢哋精心經營社交媒體，展示吸引嘅相片及形象，迅速提升咗品牌知名度。呢種獨特嘅市場定位，令 Marman 喺競爭激烈嘅紐約咖啡市場中突圍而出。Elisa 同 Benjamin 雖然曾經面對資金短缺嘅困難，但佢哋願意犧牲休息時間專注烘焙，最終得到當地雜誌社嘅垂青，靠住佢哋嘅報導獲得源源不絕嘅客戶，並且成功吸引投資者向佢嘅注資，繼續發展為多元化嘅生活品牌。而你又覺得創業成功嘅關鍵最重要嘅因素係咩呢？歡迎留言話我聽，記住仲要追蹤埋我，每星期同你分享一個創業故事。